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天文台考慮下晝5點到8點改發8號信號。港股下晝跌勢持續。美軍12架魚鷹運輸機運抵日本，10月部署喺沖繩美軍基地。大家好，我葉清澤。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強烈熱帶風暴韋森特已經增強為颱風。下晝2點集結喺香港東南大約230公里，預料初時向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12公里，稍後會向西北偏西移動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天文台會考慮喺下晝5點到8點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。韋森特下晝增強為颱風，進一步逼近本港，風勢明顯強咗，岸邊亦都開始大浪。朝早天氣唔穩定，時晴時雨，維港嘅上空一度出現彩虹。接近中午，部分地區嘅天氣開始轉壞，出現狂風驟雨。天文台係喺朝早5點幾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天文台話，韋森特持續向廣東西部移近，並且有增強嘅跡象。隨住韋森特咧進一步移近廣東沿岸咧，本港嘅風勢咧會係進一步增強㗎。3號強風信號咧就會喺今日日間維持嘅。如果韋森特進一步增強或者係加快移近廣東沿岸嘅話咧，天文台咧就會喺黃昏嘅前後咧就考慮是否需要改發8號烈風或者暴風信號㗎啦。天文台預料受韋森特嘅外圍雲雨帶影響，今日會多雲有狂風驟雨，市民應該停止水上活動，並且採取預防措施，保障財物嘅安全。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。轉睇財經。